就伫主的面前谦卑，伊就会甲恁高升，就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亲近恁。做人仔，就洗恁的手；无定信的人啊，就洁净恁的心。上主伫伊的圣殿，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肃静。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着用心灵甲真诚敬拜。这是咱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68首，圣诗68首，主耶稣放杀你，宝座免流。咱同齐起立来吟全首。这是咱用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
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一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群流。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真一寡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甲用上帝话来启用，启文第23篇，记载诗篇96篇，着对上主唱新的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要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要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要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要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要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全能的天父，阮带着满心感谢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称赞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神。你的慈爱永远存在，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感谢你伫过去的一礼拜保守甲看顾，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你拢甲阮同在。互阮今仔日为平安来到圣殿，同心敬拜你。愿一切荣耀、尊贵、权柄拢归予你。主啊，愿也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承认家己的罪。阮常常因为家己的软弱、骄傲、自我中心，无有专心听你，也无有尽心听人。伫言语、思想、行为上，常常亏欠了你的荣耀。恳求你怜悯阮，赦免阮一切的过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互阮重新得到气力，愿意日日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你。主啊，愿将头前的道路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照着你的旨意引带阮每一日的脚步，互阮伫家庭、工作、服侍甲信仰生活中，拢会当找求你的心意，
毋是凭着家己的聪明，是全然倚靠你，行伫你所有备的道路上。阮也要特别为教会遍牧的事工献上祈祷，恳求圣神亲自引导遍牧小组，同心寻求你的旨意，有比一位合你心意的牧者来牧养阮的教会，忠心传讲真道，照着圣经教导培育信徒。带领教会伫敬拜、宣教、关怀、教育，甲逐样圣工的顶面不断的成长，互教会成做荣耀你的名。主啊，阮也将教会中心心灵软弱、耳听中的兄弟姊妹交托互你，求你伸出医治的手。安慰因，赐落平安、信心甲力量，互因伫患难中悠然经历你丰富的恩典，也保守看顾因的家人，有对你来的智慧、耐心甲毋忘。主啊，阮也要为今仔日陈牧师恩典改变一切的信息祈祷，恳求你高我牧师，赐落对你来的能力甲智慧，互所传讲的信息真理，满有圣神的能力，搁一摆坚固阮对福音的信心，互阮深知耶稣基督高我，这是永远的毋忘。愿圣神拍开阮的心，互阮毋但是听见福音，搁愿意回应福音，亲像保罗一样，因为神上帝恩典，伊的生命被改变，甘心成做福音的器皿，将基督国外的好消息传扬出去，互搁较侪人认捌你。回应你，愿今仔日的敬拜对后到尾，拢得到你的感纳。愿你的荣耀充满圣殿，你的平安充满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人。愿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奉阮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圣歌队今仔日要用主祷文信望爱，带领咱大家来敬拜。
粒，咱恭敬来读上帝话，记载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11节。第1节，兄弟姊妹，我甲恁提醒，我传予恁的福音，恁有接受，嘛用这做信仰的基础。恁若有坚守我所传的信息，毋是空信，就会靠这个福音得到救。我已经有将我本身所领受迄个上重要的信息传予恁，就是照圣经所记载，基督为着咱的罪死、埋葬，搁照圣经所记载，伊第3日搁活。伊有对彼得显现，搁对12使徒显现。后来伊有一摆对500外个兄弟显现。遐个人有的已经死，毋过大部分的人还活着。后来伊有对雅各显现，搁对所有的使徒显现。最后，伊嘛对我即个哪准无9月就出世的人显现。我是使徒中上美细的，未堪得称作使徒，因为我捌撇下上帝的教诲。毋过有上帝恩典，才有今仔日的我。伊赐予我的恩典无落空。我颠倒比其他的使徒搁较拍拼工作，其实毋是我家己，是上帝恩典甲我同在。所以，无论是我，也是因，这是我所得传，恁已经有得信的。愿上帝赐福伊家己的话，互咱会当用伊的话来行。今仔日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恩典改变一切。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7月19，会记无偌久之前，咱才去庆祝过新年，时间过真紧。2026年已经搁过一半季。我想伫这段时间内面，咱有真侪通回顾、甲感恩的代志，会当提到主的面前来感谢伊。会知起咱的信息是恩典改变一切，就是伫咱的生命中间，当上帝的恩典施落来互咱的时，咱整个人生诚做无受伤。这叫做恩典改变一切。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上帝的疼。上帝的水无条件来临到咱，恩典就是上帝丰盛无条件来临到咱。恩典是本来咱不配，咱未堪去得到的，上帝白白赏赐予咱，叫做恩典。因为安尼，伫恩典的下面会带来互咱真侪无受伤的代志来发生。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确实需要上帝对顶面加落来互咱的物件。当这物件施落到咱身上的时，伫咱的生命会真大的改变。个人会知去，咱要来看上帝恩典带来互咱什么的改变。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内面，上帝会改变咱的地位、咱的身份，参甲咱的关系。伫第一节，保罗直接讲咱领受这个福音，这个福音，互咱倚靠来徛在。煞则要阁讲，这个福音，互咱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为咱来死、埋葬，第3日过活，互咱无条件来得到赦免。然后，咱会当对罪恶中受拯救出来，来徛伫一个新的地位，对安尼产生一个新的关系。就是上帝
成做咱的老爸，咱成做伊的囝儿。嘛，因为安尼，咱进入一个新的身份，来产生一个新的特权。检察用安尼讲，大家较袂清楚。我来用家庭来形容。一对青年，因结婚了，囡仔生出来，父母爱负责任来养饲即个囡仔大汉，所以食、穿、教育、生活一切费用，拢父母爱来供应。囡仔无需要付钱，伊只要受照顾，是安怎？因为是即个囡仔甲父母的关系，因为是囝儿的身份带来，互伊有即种的特权。咱若捌出过国，咱就知影，讲咱到入美国，还是到日本，要入关的时，我捌伫美国入关的时等2点钟，排队，人检查是几啊班飞机，拢集中伫遐，所以等2点外钟。所以咱若捌出国的人，咱就知影，迄个排队真正是辛苦的代志。总是咱嘛有看到一寡人，因毋免排队。因对迄个公务的关口，有人带因出去，大家拢爱排队，总是因毋免是安怎？因为遮个人是 VIP， 遮个人因有特殊的身份，所以因有特权，毋免受检查，会当对边仔门行出去。因为因的地位、因的身份，互因产生特权，会当直接通关。所以身份、地位、关系。带来互人有特权，伫咱的生活中间，拢有即款的代志来发生。总是直接我要甲咱讲，伫咱一生中间，无一个关系比你通过耶稣基督，成做上帝的囝，带来互你有搁较大的特权，是毋是安尼？无一个特权，无一个关系影响你遐尼大，就是人。通过耶稣基督，成做上帝的囝，上帝互你犯罪特权。有啥物特权？第一，咱的罪得着赦免；第二，咱本来是徛伫罪人的地位，总是上帝甲咱牵线到伫蒙恩上帝囝儿的地位。所以不但有上帝疼甲咱三角地者，第三，上帝差遣圣神。来徛起伫咱的心内，一生保护咱引带咱的道路。有啥物做毋对的，咱祈祷上帝赦免咱；有啥物软弱艰苦的代志，祈祷上帝扶持咱。第三点就是，第四点就是还未发生的代志，你交托互上帝，伊考考。所以咱有汉济特权，甚至到最后。当咱结束地上的生命时，进入永恒的所在，咱阁有一个特权，会当进入天堂，来享受永远的安息。所以这就是咱成做上帝的囝所带来互咱的特权。总是有时，咱嘛看到教会内有一寡基督徒，庆祝了因游玩问题一大堆，真侪艰苦，失去了。你成做上帝囝儿所带来互你迄种兴奋、迄种稳定的生活。兼讲信耶稣无得着平安，兄弟姊妹，咱捌想过即个问题？是安怎耶稣讲，伫我的内面有平安，我将平安赏赐互恁。总是这个人游玩受撒旦的捆绑，一个有问题发生，整个人伫遐失落平安、失落喜乐。请你会记哩我伫遮所讲的话。耶稣基督福音，毋但互咱得救，嘛互咱有特权。福音是啥物？基督临到世间来拯救有罪人。福音是啥物？有罪人，咱通过耶稣基督，当成做上帝的囝儿。福音是啥物？圣神愿意来徛起伫咱的心中，成做保惠师。来引带咱一生的道路，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基督完成了救赎，所以今仔日咱应该为着基督所完成的，已经施落伫咱身躯顶，这救恩，这特权，咱来感谢来欢喜，这叫做稳定改变一切。
我伫台南牧会时，有一届教会一个大学生来找我，伊甲我讲，伊讲伊想要参加学校内面，咱知影学校内底有真济社团，伊想要参加一个紫微斗数研究社，总是伊老母甲讲袂使。伊甲伊老母讲，我甲几个同学拢约好，阮要参加即个社团。总是因老母坚持讲袂使，到尾两个人真无欢喜。因老母就甲放一句话，讲无你去问牧师看卖。真侪问题，我都解决是拢塞去互牧师。安尼姊妹，我毋知咱若拄着即款的问题时，咱要怎样来回答？伊甲我讲牧师，我真想要去参加，总是我的老母毋肯互我去。我伫遐想一时啊，我甲伊讲这是徛伫你将家己放伫什么款的地位。你若感觉做上帝囝儿去参加即款研究算命的社团，伫遐我会哪来领听主，会参主的关系哪来哪好？若是安尼，你就去参加。总是你若感觉迄种的社团真世俗化，心内无平安，你就莫去参加，互你家己决定。我问题我塞上去互伊，所以即个学生，伊最后伊无去参加即个社团。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拄着即款的问题时，咱选择的一个上重要的原则是啥物？即个原则就是凡事我拢要上帝来欢喜，伫我一切生活顶面，若对我有帮助，我的灵性的增长的，我就参我的，互我的关系哪亲近主的，我就要欢喜去做。若是我感觉讲参主耶稣的关系哪来哪远，那安尼你就毋通去做。兄弟姊妹，福音是好消息。毋是照咱的才能，照咱的条件，照咱的学问，是上帝无条件来听咱，来临到咱。今仔日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有即款的恩典，所以咱就爱因为安尼来感谢上帝。保罗伫遮，伊好大见证讲即个耶稣基督毋但死搁活，伊搁有显现伫咱的中间。所以咱有一个特权。活活基督参咱三甲地地，因带咱扶持咱，所以即种关系，咱爱保持条咧，毋然呢爱过去宣扬，帮助人来建立。有一句话叫做恩典的交易，恩典的交换，什么意思？就是我将我所有的忧虑、困难、问题，拢交托互主，啊主交换，啊主讲主啊。我遮个问题，我家己无法度解决，请你替我解决。我的重担，请你替我担。我做袂到的，请你替我做。然后我要为你来做我做会到的，这叫做恩典的交易。我问咱家己当问家己一个问题：我做基督徒，我是毋是活伫上帝恩典的中间？也是甲以前共款，有真侪问题、真侪烦恼、受气、无平安。若是安尼，你爱甲上帝、甲主耶稣做一个交换。啊，主讲主啊，我将这个问题交予你，因为我要因为你的恩典来感谢你，来服侍你。这叫做恩典的交易。咱试3个月看卖，你甲你即摆的问题，你即摆的困难。写伫一张纸顶面，伫祈祷时，甲主讲主啊，我写伫这纸顶面的问题拢交予你。有真侪问题我家己无法度解决，请你替我解决。今日开始，我要活伫恩典特权内面，我要认真伫教会来服侍你，为你做工，求主帮助我。我相信主耶稣真欢喜，甲咱做即款的交易，互咱的人生。会当真正去享受伊所带予咱的特权。上帝是咱的老爸，老爸当然疼伊的囝，
老爸将当然会用上好的来互伊囝，互咱毋免去担过去遐个重担。稳定就是无论你有偌济遮个伤痕，伊拢会当医治你、帮助你，脱离遮个阴影，互咱会当得到改变，毋免继续生活伫迄个痛苦内面。第二点，稳定临到不配的人。保罗第9节伊讲我原本是使徒内面至微细的，未堪去称做使徒，因为我捌困着上帝教会，总是我担正做即等好人，是对上帝恩才有，佮伊所赏赐互我的恩，毋是空空。这内底有一字总是，伫福华本的圣经写讲然而，福华本的圣经写讲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有的。我来问咱，即句话是毋是咧讲咱？我今仔日诚做即等好人，是因为上帝恩典，我才诚做安尼。咱是毋是有即个同感？所以，伫即种下面，人会产生一种讲上帝啊，我不配得到你即种恩，我是甚物人？我有汉济软弱，总是你拣选我，佮用我，上帝啊，这是你恩典，我真正不配。伫我伫准备即篇讲章的时，我特别看了即字然而。台语圣经写总是，通常咱咧讲一个人的事，咱拢会讲先讲伊好，讲即个人年轻，即个人生作真好看，身体健康，真有能力，总是脾气较歹，真歹甲人斗阵。咱拢讲人的好的，总是加落了，咱讲歹。但是上帝讲咱的时，伊就毋是安尼讲。上帝讲咱的时，伊是讲咱会歹，了才讲咱的好。咱看遮保罗，保罗过去伊反对耶稣迫害信徒，掠遮人去落监。对耶稣来讲，伊是一个反对者，是一个迫害者，总是上帝拣选伊，上帝恩典教也利用。所以我今日希望咱会当伫即个总是来做一个选择。上帝作为甲撒旦的作为，通常拢无相像。撒旦一直用这总是来控告咱，互咱知影咱无愿望。撒旦甲咱讲，你是基督徒，你有去教会，伫教会你嘛有做工，总是你嘛捌讲白贼。你有做真侪歹代志，你有犯罪，所以你信主是无效的，有限制软弱失败。所以到尾才会影响咱，诚做失志，看见家己，感觉家己无愿望、无力，搁做落去。这是撒旦的作为。总是耶稣基督临到咱的时，伊是对咱讲：虽然你有限制缺点，你捌做歹代志，捌讲白贼。伫你过去，你有限制创伤，总是我疼你。耶稣基督改变咱，迄个对咱迄个对歹，甲咱转做好。今仔日是啊，人有真侪心理上的病，因为撒旦不断用罪恶感，用迄个自卑放入人的心内，互你见笑到底。互你因为过去所犯的错误，也是别人对你的伤害，来影响咱，互咱头担袂起来。对安尼，咱无法度脱离迄个阴影所带来互咱人格上的伤害。耶稣基督临到咱，伊是要互咱迄两个总是来改变咱的一生，总是我的恩典教也利用。有一个心理学的教授 William James， 伊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佫是医学院的教授。
伊专门研究就是研究心理学的理论。总是本身有一段时间，伊得到忧郁症，人真失志，困袂去，所以伊就家己伫遐控告家己。伊控告家己讲你看，你是心理学家，阁是伫世界的权威，啊你医人医袂好，你要怎样来看患者？你家己心理上嘛有病，所以这若传出去，什么人敢来互你看？你要教什么册？所以当伊的病伫遐哪来哪严重时，伊甲校请假，请假一年，伊到了欧洲去找医生。一个都市经过一个都市，总是无法度得到医治。有一日，一个朋友甲伊讲，伫即个城市内底有一个上帝的仆人，伊会当替人祈祷，互人得到医治。总是这个威廉 James， 伊伫遐丢毒，伊伫遐想讲，我是一个世界性的心理学家，去接受一个牧师的祈祷，报纸若刊出来，我要怎样？总是伊咧丢毒的时，这个朋友甲伊讲你既然用人的办法，拢无法度来医治你，你哪会来试看卖？去找这个牧师，互伊替你祈祷。最后，伊真正去找这个牧师替伊祈祷。后来，伊见证，伊讲，当迄个牧师替我换手祈祷时，敢若亲像有电流伫我的身躯顶经过，伊即时感觉讲，上帝医好我的病，就安尼，伊得到医治。上帝恩典，毋是要互人继续生活伫迄个罪恶感、见笑的中间。耶稣基督临到，是要救咱脱离这个失败，要求主怜悯咱，求主带咱到入宝座前，互咱伫主的荣耀中间来看见上帝恩典。无过是看见咱过去遐个伤痕、遐个失败，嘛无过看见周围对你的攻击，来互咱失志。不陪人，咱是靠恩典来生活。第三，恩典改变一切，是对你服侍的态度、服侍的心态来开始。保罗伫第10节，伊讲，总是我担正做即等好人，是对上帝恩才有。故伊所赏赐我的恩，毋是空空。若是我比正使徒搁较艰苦着我，其实毋是我，是上帝恩甲我伫地。当咱伫上帝恩典下面来看服侍时，你会有一个新的心态。今仔日我为主做工，我比别人用搁较济时间，毋是我真闲；我比别人奉献较济，毋是我真好业。是因为我感激上帝恩典，保罗就是用这款的心态来服侍，要毋通互撒旦来利用咱服侍的心态，是要严cường家己。有伫教会内面，教会内周报无看到我，无看到我的奉献，无看到我的服侍，安尼家己来无欢喜。正确服侍的心态是今仔日我会当服侍主，是上帝恩典。是上帝怜悯，所以我才会当加倍来服侍。这是上帝需要伫我心中恩典。所以一切服侍主是出于感激，是出于要报答上帝。上帝啊，你听我教安尼，你拣选我这个卑微的人，伫汉济人中间，你拣选我成做你的囝儿，互我会当明白，讲道时我听有。我会感动，我会意爱甲你建立关系，我会意爱要服侍你。所以，咱爱学习即种谦卑服侍的心态，搁较拍拼来服侍主。所以保罗因为有即种心态，保罗会当真做咱的模范，无有啥物困难会当来拍倒伊。咱看保罗，伊互人关监，互人用石头钉。伫破船内面，伫海内面，经过一暝一日，互人用棍仔讲3届，一届40个减一个。伊毋捌一届甲主讲主啊，
你叫我做即款的艰苦的工作，我无爱；你叫别人去做，我罕有学问，我会当伫社会做业比。你叫我来传福音，互人骂，互人拍，佫落敢邀误，教会问题佫一大堆。互咱啊读书，哥林多前书、后书，咱会当看到当时教会问题真济。保罗伊安怎讲？伊讲我明日为了教会流目屎，为了恁经过生产的痛苦。总是保罗为什么会当伫遐徛在？因为深深感谢上帝恩典。今仔日我真做一顶好人，因为上帝恩才有，所以我比众使徒搁较艰苦着我，来回报上帝恩。兄弟姊妹，即使咱今仔日，咱遮无恩的人，咱拢会当用即款的心态来为主拍拼。咱一个人招一个人来到教会，我相信咱的教会无限济空的所在，无人只有是礼拜日的基督徒。求主互咱改变咱服侍的心态，也但愿咱愿意将咱的性命投资伫搁较价值的服侍。第四点，恩典加上恩典。唐从容牧师伊捌讲过一个见证，伊讲伊的老爸本来真好呀，规条街路店拢因的，总是后来做生意失败，足失志，佮真早就过身。佮伊老母真做寡妇，伫遐爱养饲一阵囡仔大汉。伫因生活极艰苦时，伊老母逐礼拜五下昼，伊拢买一包米去帮衬比因搁较丧乡遮的人。迄叫做啥？迄叫做恩典。一极困难的中间，也会当帮衬别人。毋然呢，伊搁栽培家己5个囡仔大汉，其中有3个正做牧师。这叫做啥？这叫做恩典。感谢主，咱所信的上帝就是即种施予恩典的上帝，伊会当互咱伫患难中有满足的欢喜，伫极丧丧时也会当关心别人、帮衬别人。这叫做恩典加上恩典。兄弟姊妹，我相信咱拢真爱安尼。上帝恩典是予互咱，咱搁去帮衬别人。今仔日圣神伫即个世界逐所在咧做工，咱是参与伫迄中间的人，带人来领受恩典，报人知影即个好消息。别人讲上帝疼你，你会当甲上帝建立即款的关系，即条线你若连起来，互上帝的疼流到你的家庭，刷到你的户下顶面，你有爱无？遐尼兴奋的代志，我望咱会当同心。上帝予咱的使命真大，咱毋通看轻家己，咱爱对家己有信心，凭恩典来向前行。因为恩典要改变咱服侍的态度，毋通想讲我啥物拢袂当做。上帝怜悯临到咱的时，咱伫迄个中间，咱会当搁较有力来服侍主。最后，我望咱每一个人，正做一个生活的恩典中，继续领受恩典，活的恩典，回报恩典，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临到阮生命中间，互阮成做你的儿女，也互阮的身份地位，会当来领受特权伫耶稣基督内面。主啊，阮原本不配，总是因为你的疼，互阮领受即种恩典，帮助阮活的恩典，嘛活出恩典的模式，互阮会晓用感恩的心来服侍你。主啊，求你昆赏赐祝福你的百姓，互阮今仔日领受即个信息，伫阮的生命中间产生功效。阮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46首，救主出声叫我。这是要来请主义学的校长来分享即摆夏令营这回顾。老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咱主日了配合教会建堂100周年，规划100年的教堂，儿童的信仰活动，愿希望会当透过体验甲学习，带领囡仔来认捌教会的历史，体会信仰传承的宝贵。大省，阮透过100年的教堂来做画图的活动，带咱的囡仔来观察咱的礼拜堂，画出礼拜堂的水，也认捌即间礼拜堂背后有会友的信心甲奉献，同心做伙起造礼拜堂的故事。说煞只，阮也阁安排建堂的主题闯关活动。予囡仔透过合作甲挑战，体验早期信徒同心来做伙起造教会的精神，学习彼此来扶持、甘愿付出以及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个学习也延续到
阮今年即摆的夏令营，时光摇摆，愿通过圣经故事、戏剧、诗歌、敬拜、体验的活动，引带咱的囡仔学习信心、分享、合作，甲疼人的使命。毋望每一位囡仔，毋若带着欢喜的心来转去，也伫因的心内也落福音的种子。知影家己是上帝所疼的囡仔，将来也成做教会信仰传承的新的一代。最后，要感谢所有参与服侍的同工，以及每一位兄姐恁的代祷，有大家同心服侍，建堂100周年的活动，毋但回顾过去，搁较要成做栽培咱后一代信仰生命新的起点。愿咱继续同心栽培咱的这个青少年，甲咱的主日的细囝，互福音伫咱的东门教会一代搁传一代，荣耀上帝的名。即摆阮夏令营囡仔所做的作品，有伫101教室做展览，欢迎大家做伙来观赏，煞接咱做伙来看咱今年的活动影片。多谢。专心来爱他，将我的心献给他，让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我要专心敬拜他，我要欢呼赞美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条咱三甲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坐。这条我来报告咱过来拜三7月22的查经是《路加福音》第16章主理是稳中牧师地点伫咱对面的卡威屋是时间是8点本会儿童主日学伫对7月16到7月19到今仔日举办夏令营，时光耀白，走入上帝引出的奇妙的旅程今仔日的2场的礼拜中有来播放即个活动的过程互咱兄弟姊妹来观赏。上时伫第2堂礼拜的时，因要甲青少年做伙来带领敬拜，愿主赐福。第三7月25要来拜六全教会有真济活动，分享活动的消息。第一是历史教育推广协会伫7月25上午8点半到5点举办第2次的导览课程的培训，邀请咱兄弟来参与即个志工的培训，协助咱教会历史推广、教育推广咱即个若咧展览实务的导览请兄弟有要参加的去到咱的教育大楼的大厅去扫描 QR code 来报名。即个地点是伫社区发展中心的
较尾有是后礼拜五后礼拜的拜六要来迄个举行吼。上时伫迄一天下晡2点游园有举办咱礼拜堂建堂100年的纪念讲座，做社区的光甲盐当教会成做一个文化的资产的即个的时咱有邀请陈怡芳博士伊来主讲即个地点是咱大礼拜堂邀请兄姐做伙来参加第五台南新校拄着合作社嘛是伫7月25日迄下晡3点到5点有伫咱教会上年大学的教室有举办一个洗钱防治甲反诈的宣导吼。即马真济咱拢知，即个 AI 的时代有即个真济的诈骗甲洗钱的即个方式吼有做一个宣导希望咱的迄落兄姐伫迄一天有缘会当伫遐来参与报名伫社区中心松大教室吼，迄下晡3点到5点。第六是台南中华教社部伫游园伫7月25的拜六甲8月初1即2个礼拜拜六，对上午8点半到迄下晡5点20举办民防训练会即个是要互咱即个全民知影怎样伫拄着即个灾难的时，互咱有一个知识，嘛会当有好的应变的能力的志工的训练通过了后即个测验，咱会当取得即个防灾师的证照啦这拢是免费的伫咱教会的教育大楼的4楼的大教室要来举办邀请咱的兄姐做伙来参与即个嘛是爱填写报名表伫咱的教育大楼伫遐1楼来扫即个 QR code 第7就是咱礼拜堂建堂100周年即个纪念的购物袋咱的历史小组的成员等一个礼拜煞游园伫即个咱教育大楼的边的即个走廊伫遐来摆摊希望咱大家会当通过来认购来支持咱教会文物的修复具体的交通就是7月26日的下主日咱的教会的青年赵玉婷甲小林明日香小姐伫7月26日迄下晡4点半，伫咱伊丽莎白纪念教堂要举行结婚礼拜，愿上帝祝福新的家庭伫迄一天迄下晡请咱会当注意即个婚礼当中遐无法度来停车辆以上报告介绍毋知有第一摆来伫咱教会参与即个礼拜无？是迄落特别我知影有迄个孟生长老伊的查某囝甲伊的囝婿迄落几啊冬无倒因对美国转探亲伫遮欢迎因今日早甲咱做伙伫遮敬拜上帝。好，那第一摆你无迄落阮有哪真欢迎你会当你若有拄好的时间会当继续甲阮参与伫即个敬拜当中。即时三甲来
读本周的金句，我先来读一摆，然后咱做伙来读两摆。主啊，你是仁慈恩典的上帝，无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诗篇86篇15节。好，咱做伙来读两摆。主啊，你是仁慈恩典的上帝，无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诗篇86篇15节。再一摆。主啊，你是仁慈恩典的上帝，无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诗篇86篇15节。即条咱三甲来念上营390首，学了天父万福本源。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救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每一人三角地地，就直接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